人類關注組。早前人類關注組介紹過童星張裕東嘅故事，佢長大之後成為咗一位全職嘅配音員。而今集我哋都嚟講下另一位好出色嘅配音員，佢就係梁少霞。喺香港成長嘅朋友一定有聽過佢把聲。喺做呢一集嘅時候，真係好多細個睇卡通片嘅回憶翻晒嚟。佢唔止用把靚聲陪住好多代人成長，亦都亮相過幕前，用佢非常溫婉嘅聲線為大家報道天氣。而唔講唔知，原來佢仲拍過劇集。喺講佢嘅故事之前，各位聽眾記得先 like 呢條片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跟埋個啷啷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梁少霞英文名 Sharon， 出生於1971年5月12日。佢細個嘅時候已經對配音充滿好奇，喺屋企睇卡通片嗰陣，仲會扭細電視個音量，然後自己幫唔同嘅情節配音。1990年19歲嘅佢讀完書之後要投身社會，喺一次偶然嘅機會之下，佢媽媽鼓勵佢去投考第一屆無線電視嘅粵語配音藝員訓練班。當時有成差唔多1000人報名，結果佢成功獲得取錄，喺當年嘅5月份正式成為全職嘅配音員。喺初入行嗰陣，為咗練習，佢返到屋企都會係咁練聲，連點樣發出唔同嘅笑聲都要練習。例如卡通片入面小朋友嘅笑聲就要清脆得意啲，而劇集入面成年人角色嘅笑聲，演繹唔同嘅情緒，又有唔同嘅笑法。由入行至今，由佢配音嘅卡通同埋動畫角色超過500個，唔同年代成長嘅小朋友都係喺佢嘅靚聲陪伴之下長大。1992年開始，佢就為叮當嘅靜兒配音，溫婉嘅聲線非常之動聽。由以前嘅叮當靜兒配到後期嘅哆啦 A 夢靜香，可以話係佢嘅代表作之一。行內嘅其他配音員同埋傳媒甚至會直接叫佢做靜兒。佢亦都曾經喺觀眾投選唔同嘅電視大獎入面，憑藉靜兒呢一個角色得到最佳女配音員獎。而另一部好好睇嘅作品就係1993年嘅卡通片《媽媽是小學4年生》。呢套卡通片係講一個 BB 女穿越時空返到去15年前，當時佢嘅媽媽水木夏美仲係一個小學4年級嘅學生，情節就係圍繞住呢個小學生點樣去照顧自己未來女女嘅故事。而水木夏美呢一個角色就係由梁少霞配音㗎喇。除此之外，由佢聲演嘅角色更加係不得不提1994年起嘅《美少女戰士》入面嘅水野亞美，同埋1998年起《寵物小精靈》入面嘅小霞。去到千禧年代2000年嘅小魔女杜瑞咪，主角春風杜瑞咪都係佢嘅作品。其後仲有2004年火影忍者嘅春野櫻，2006年《奇羅羅軍曹》嘅日向夏美，同埋2010年《哈姆太郎》入面嘅高貴倉鼠絲絲，都係好經典嘅角色。除咗卡通片，佢仲有配特攝片，例如超人迪迦、蒙面超人系列等等。佢曾經講過，佢細個就已經好中意睇超人片同埋戰隊片。入行之後有機會為呢啲特攝片角色配音，絕對係如工作於娛樂，令佢覺得非常之幸福。除咗卡通片同埋特攝片，佢亦都為好多外購劇集配音，其中經典嘅角色包括1994年同埋1998年嘅《同一屋檐下》1、2入面嘅細妹柏木小梅，仲有《大長今》入面同長今非常之 friend 嘅醫女信妃等等。唔知道上述提過嘅作品有冇邊一套能夠召喚你嘅回憶，係你以前好中意睇嘅呢？當然，佢另外仲有為電影、廣告同埋綜藝節目等等配音。除咗配音之外，其實佢都有現身幕前。90年代起至到2010年，歷時接近20年，佢都係傍晚無線電視天氣報告嘅報導員。由於佢聲線非常之好聽，外貌亦都好優雅，好多觀眾都好中意睇佢報導天氣。到2010年，無線因為節目安排唔再需要梁少霞報天氣，當時更加有網民喺網上發帖話冇咗佢報天氣真係好唔慣。
另外不得不提，其實佢都有拍過劇集，就係2002年由陳慧珊、陳豪主演嘅《絕世好爸》。喺入面佢夥拍另一位配音員陸慧玲本色演出，飾演配音員。而同一年，佢都喺無線台慶節目《萬千星輝賀台慶》入面表演職場配音，贏得唔少嘅掌聲。2007年，佢拍攝咗無線節目《最緊要健康》，當時36歲嘅佢懷有第一胎，即將成為媽媽。節目中佢分享咗產婦要注意嘅事項，不過就提到有人話有咗 BB 最好就剪短頭髮，唔好分薄 BB 嘅營養，但係佢就慣咗長頭髮，所以就冇剪短啦。當然佢喺各方面好似飲食、生活等等都好注重，更加唔會染髮同埋慎選日常上鏡要用嘅化妝品。到咗2022年，喺無線嘅節目《好聲好戲》入面，一眾藝人要同台鬥聲，比拼配音嘅功力。梁少霞就喺節目入面擔任主席評判。入行多年，佢仍然好熱愛配音。由於工時好長，同事之間亦都好多時間相處，配音組嘅同事感情非常之好。不過去到2023年，梁少霞就離開咗 TVB， 好多觀眾都話好唔捨得。一份工作做咗咁多年，突如其來嘅工作變數曾經令佢有迷茫嘅時候。不過佢喺 IG 都有提及，多謝身邊嘅朋友鼓勵同埋幫忙，令佢能夠揾到自己嘅新方向。離巢之後成為自由身配音員嘅佢，除咗繼續有配音嘅工作，佢亦都獲得唔同嘅機構邀請擔任配音課程嘅導師，包括2023年10月佢喺香港耀能協會嘅配音體驗活動入面，向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教授配音技巧。同一年嘅12月，佢亦都喺香港一間配音公司擔任粵語配音課程嘅導師。到咗2025年，梁少霞喺佢嘅 IG 分享咗唔同嘅配音技巧，仲舉辦粵語配音體驗班，將佢多年嘅經驗一一同學生分享。梁少霞覺得配音帶俾佢嘅意義係能夠用佢嘅聲音去感染觀眾。佢話入行超過30年，配音唔單止係佢嘅工作同埋興趣，更加為佢嘅人生寫下咗好多唔一樣嘅篇章。佢亦都指人生唔會一帆風順，好似過山車咁高低起跌先至係常態。今集嘅人類故事就分享到呢度，希望有為大家帶嚟一啲回憶同埋啟發。有咩感想歡迎留言分享，另外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啷啷，同埋分享俾所有中意聽人類故事嘅朋友，亦都可以考慮以 Super Fans 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我哋下集再見。